今天七七老大就来跟大家分享6件男人喜欢你的表现，我们一起来看看现在跟你暧昧中的男生他到底中了几项？来，第一件事情叫做记得你的小事。心理学去统计女生她是擅长处理多件事情，而男生一次只能 focus 在一件，所以要一个男生去记住琐事他是很难的。我们常常连袜子洗一洗就只剩一只，连内裤都不知道穿了几天所以当一个男生愿意花心思他去观察你的喜恶，并且把它牢牢的记在心里，他就是喜欢你。他知道你不喜欢吃香菜，所以买给你的俄阿米刷从来不会有绿色的物体。他知道你爱吃蛋糕，所以每次买给你的都是你爱的草莓口味。如果他重视你，你不经意的说出的每一句话，他都会记得。第二件事情他总把你放在未来和计划里面。那部电影很好看我们一起去看吧，我们一起去吃饭吧，我们一起去健身吧，夏天我们去哪里旅行吧。如果他常常把我们放在嘴边他一定很喜欢你。在未来的蓝图当中，他会给你一个位置，希望你能够参与他的生命，陪伴他接下来的时光。你们要知道会让一个男人奋起的永远不是奋起湖便当，而是他想要和你有未来，想要有疼你的责任，希望为了你To be a better man。 再来第三件事情叫做他不止一次去送你回家，无论是走路、开车、坐计程车，顺路或不顺路，只要一个男生他不止一次送你回家除非他是开 Uber， 不然他肯定喜欢你。你们要知道，没有一个男人他是不懒的。我们连尿尿要掀马桶，去药局排口罩，我们都觉得很麻烦。所以在男生的字典里面没有方向顺不顺路，只有想不想跟你在路程中相处。第一次送你回家也许只是礼貌，或者是想上你家的厕所。但是到了第3次、第5次还持续的送你回家，那绝对是爱。如果他喜欢你，浊水溪以北都算顺路；如果他不喜欢你就算跟你搭捷运都嫌太挤。来，第4个事情就是他会帮你特别的去取一个绰号或昵称，这本质上就是一件叫暧昧的事情就好像属于你们2个彼此的秘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只有你知我知，独眼龙他不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独眼龙也知道，光想都快踢球了。所以一个男生他会帮你取一个特别的绰号，他一定是喜欢你。但是请记得，霸王妹喊吉婶龙眼姐不算。第5件喜欢你的事情就是介绍家人和朋友给你认识。如果一个男人他不想介绍家人，甚至连你的朋友都不想认识，或者是他对于你的生活根本不想参与那你就要小心因为他可能要的就只是短暂的关系他不想跟你有太多的纠葛。相反的，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你，他会迫不及待的把家人朋友，连他阿公养的陕西裔都想介绍给你认识。他会想要把这份喜悦、幸运开心的跟家人分享。虽然这也会常常害你没准备好见他家人而感到尴尬，但是这绝对是一个男人最直接去呈现好感的一个方式。第6件事情就是他会去寻找你。当你们一群人出去的时候，唱歌、公司聚餐等等，你可以好好的去观察一下对方是不是会去寻找你。你会发现常常你在眼角的余光中不是阳目余光中你会看到他一直在偷瞄你。当你转头你会发现他眼神又飘走，这个叫做眼神的寻找。而另外一种叫做身体的寻找，他会趁机换座位，慢慢移动到你的身边，希望多跟你去聊天，或者是他在玩游戏的时候，他会常常的去点名你，想增加一些互动。无论他用哪一种方式去寻找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他就是满满的好感与暧昧。以上这6种就是判断他喜不喜欢你最好的方法。